10月下旬嘅黃昏，天色沉到好似就嚟冧落嚟咁，出面條巷一陣陣帶住濕氣嘅凍風吹過，殘舊公寓入邊嘅客廳又暗又焗，空氣入邊飄住一陣點都散唔去嘅藥膏味、濕棉被味，仲有長期瞓床老人身上特有嗰種沉焗氣味。63歲嘅黃秋敏正慳喺水泥地上扭乾手入邊嗰條已經抹到發黃嘅熱毛巾，毛巾擺落水嗰陣發出咕哧咕哧一陣聲，水桶入邊啲水一早已經唔乾淨，浮住一層渾濁嘅黃啡色。佢捲起衫袖，露出一對關節粗大、手掌心生滿口繭嘅手，一下一下咁幫癱瘓瞓喺床上嘅奶奶抹住乾灼嘅身體。奶奶中風已經5年，5年前佢病發倒低嗰日，黃秋敏仲喺醫院幫人做臨時護理員換床單。嗰陣佢以為只要咬實牙關，捱過最難頂嗰幾個月，老人家嘅病點都會好返少少。點知命運偏偏連半分寬容都唔肯俾呢頭家。奶奶由最初心口紮住，把口仲講得鬧得，一路惡化到半邊身完全癱瘓，嘴角歪埋一邊，口水不停咁流落嚟，就連轉個身都要靠人出盡力托住。呢5年入面，3更半夜起身幫佢拍痰、換尿片、洗床單、處理潰爛嘅壓瘡，全部都落喺黃秋敏一個人身上。黃秋敏後生嗰陣喺醫院做過病房護理員，亦都接過上門臨時照顧嘅工作。講白啲就係邊度唔夠人就去邊度頂，其他人嫌污糟、嫌罪、嫌麻煩嘅工作，佢全部都做過。佢本來諗住靠自己呢對手賺啲血汗錢過日子，點都估唔到自己後生嗰陣用嚟搵食嘅呢門手藝，最後竟然全部用咗喺吳家呢個無底洞入邊。5年啦，喺呢頭家入面，佢就係一個冇人工、唔准嗌蟲，就連病咗都會俾人嫌棄嘅免費保姆。啲水太凍啦。床上嘅奶奶喉嚨發出哼哼唧唧嘅聲，雙眼空洞咁望住天花板。黃秋敏冇出聲，只係將毛巾重新放返水桶入面，水龍頭一扭開，首先衝出嚟一股帶住鐵鏽味嘅黃水，嘩啦嘩啦咁響。佢攞返抬來咗抬對手，泡沫喺指罅之間打轉，散發住一陣平價鹼水嘅味道。佢抹乾雙手，啱啱行出洗手間，客廳嗰邊就傳嚟老公吳志坤把聲：秋敏，你出嚟一下，放低手頭上啲嘢先。吳志坤今年65歲，喺物業管理公司做個小主管，平時最緊張嘅就係佢嗰副扮晒正經嘅面子。佢坐喺張四方飯台旁邊，身上嗰套深藍色制服着到整整齊齊，就連衫領都整得一絲不苟。佢呢個人返到屋企可以唔洗手唔除鞋，但身上啲衫一定要企企理理，十足一副有頭有面老人家嘅架勢。飯台上面放住一個牛皮紙文件袋，黃秋敏一眼就見到佢冇坐低，只係靠喺台邊，揉咗揉酸痛嘅腰，語氣平靜咁問咩事。吳志坤冇望住佢對眼，只係伸手將文件袋推到佢面前，指尖喺台面篤咗2下，語氣冷冰冰咁講：你睇咗呢份嘢先，睇完我哋再講。黃秋敏抽出入面啲紙，第一頁上面寫住幾隻大字：離婚協議書。佢冇驚慌，亦都冇喊，只係企喺昏暗嘅光管下面，一頁一頁咁揭嚟睇。字唔算多，但係每一條條款都寫得清清楚楚，關於財產，關於間屋，關於2個人婚後呢30幾年點樣徹底切割，字字句句都透住一股早就計算好嘅冷酷。睇完最後一頁，黃秋敏抬起頭，靜靜咁望住吳志坤。
吳志坤清咗清喉嚨，清咗咗鼻尖，擺出一副義正辭嚴，又帶住幾分無奈嘅姿態話：秋敏，我哋都呢個年紀啦，有啲事一直拖住都冇意思。呢幾年你照顧我媽辛苦晒，我心裏有數。我都知道呢4個字，聽落好似好體諒，實際上乜都唔係。黃秋敏將協議放返喺台面，直視住佢問：然後呢？吳志坤塊面啲肌肉抽動咗一下，大概冇諗過黃秋敏竟然連一滴眼淚都冇流。佢停咗2秒，將隻手搭喺台邊，先至繼續話：郭志涵佢有咗個細路，唔可以冇名分，我一定要俾佢一個交代。呢件事冇得返轉頭。聽到65歲嘅老公宣布自己喺出面有咗個細路，甚至仲理直氣壯咁要離婚，俾個第三者一個交代，黃秋敏心裏面竟然出奇咁平靜。佢慢慢擰轉頭望向坐喺梳化角落頭嘅仔吳誠義。個仔今年38歲，開咗一間健身室，結咗婚幾年都一直冇小朋友。呢一刻，吳誠義正低住頭揸住部手機，個熒幕雖然着住，但係佢根本冇望。聽到佢老豆講出嗰句說話，吳誠義個身明顯僵硬咗一下，之後抬起頭望咗黃秋敏一眼，皺實眉頭，細細聲講咗句：爸，咁樣唔係幾好喎。講完呢句，佢即刻又將個頭埋得更低，再唔敢出聲。嗰一刻，黃秋敏心裏壓咗5年嗰份沉重，突然空咗一半，唔係心痛，亦唔係難過，而係一種徹底清醒之後嘅輕鬆。吳志坤仲等緊黃秋敏好似普通女人咁喊生喊死，又或者衝過去鬧嗰個女人，再問佢呢30幾年嘅付出到底算係乜？然而黃秋敏只係用雙手撳住台邊，望住吳志坤嗰張繃緊嘅面，語氣極之平淡咁問咗一句：我走咗，你媽邊個照顧？呢句說話令成間屋嘅空氣即刻凝住，就連頭先一直低住頭扮死人嘅吳誠義都抬咗抬眼，有啲錯愕咁望住阿媽。吳志坤呆咗，好似第一次識黃秋敏咁。過咗幾秒，佢先皺住眉頭，拍咗拍張台，話：呢樣唔使你操心，志涵自然會諗辦法。黃秋敏爭啲笑咗出聲。郭志涵嗰個次次上門都噴濃香水，連地磚都嫌污糟嘅女人，會走嚟幫一個癱瘓兼失禁嘅老人家倒尿盆，會幫手清理啲又臭又爛嘅壓瘡。好，咁就好。黃秋敏點咗點頭。見黃秋敏答應得咁乾脆，吳志坤反而有啲坐唔定。佢盯實黃秋敏，衝口而出問咗一句：你就咁答應咗？你唔係應該求我留低咩？聽到呢句說話，黃秋敏心裏最後嗰一點溫情徹底散晒。原來去到今日，呢個男人仲以為自己捨唔得嘅人係佢，仲以為自己會好似以前無數次咁低頭吞晒啲委屈，再繼續捱落去。黃秋敏挺直條腰，冷冷咁望住佢話：吳志坤，我照顧你媽5年，你1個月有幾多日留喺屋企？佢半夜抖唔到氣，係我起身幫佢拍痰；佢啤咗賴啦，係我幫佢洗；佢發燒，係我將佢去急症室；佢生咗壓瘡，係我一層一層幫佢換藥。你翻到嚟，永遠都只會講一句：呢啲係你應該做㗎。依家你想離婚，好啊，我唔阻你。講完，黃秋敏你轉身翻房執行李。喺呢個屋企挨咗30幾年，兩公婆一齊儲落嚟嘅錢，加埋當年賣咗鄉下嗰幅細地皮嘅錢，戶口裏面仲有100幾萬。黃秋敏冇貪心，佢只係攞走一半50萬。呢啲係佢30年嚟攞條命換翻嚟嘅血汗錢，唔算多，但亦絕對唔少。床頭櫃最底層壓住一張舊相，嗰張係個仔10歲嗰年，一家3口去公園影嘅。
黃秋敏望咗2秒，將張相反轉扣喺台面，冇帶走。佢執好手袋，準備出門口嗰陣，個仔吳誠意擋喺門邊，面色難睇咁細聲話：媽，你真係要走？你咁樣走，件事會搞到好難睇。黃秋敏停低腳步，抬起頭望住呢個由自己一手湊大嘅仔，好耐，冷冷咁問：難睇嘅係我走，定係你老豆出面個女人大咗肚？吳誠意一下子呆咗，慌忙解釋話自己唔係嗰個意思。黃秋敏追問佢到底係咩意思，聲音雖然唔大，卻逼到吳誠意低低頭，手指死死咁捉住門框，連指節都白晒。黃秋敏一手拍開佢隻手，逐隻字講得清清楚楚。吳誠意，你今年38歲啦，唔係10歲。你老豆做錯事，你唔敢阻。依家我要走，你就只敢同我講件事好難睇。你唔係唔明，你係冇膽。黃秋敏行返出客廳，將本存摺往台面一放，對吳志坤話：存款我攞走50萬，剩低嗰啲留俾你，憑我照顧你媽5年，憑我幫你屋企執頭執尾30年，呢筆錢我攞得理直氣壯。吳志坤嬲到面色鐵青，喺牙罅度逼出一句：啲錢你攞走，咁你依家走咗，阿媽點算？黃秋敏起一個袋，冷笑一聲話：你唔係話郭志涵會諗辦法咩？咁就叫佢過嚟啦，啱啱好等佢早啲習慣。講完，黃秋敏頭亦都唔返咁行出咗門口，樓梯間盞燈壞咗，半光半暗。行出條巷之後，佢截咗一架的士，直接去老同事許麗珍屋企。許麗珍以前都係做護理工作，自己一個人住。聽完黃秋敏嘅遭遇之後，諗都冇諗就將佢迎咗入屋。嗰晚，黃秋敏瞓喺張窄窄嘅摺床上，窗外車嚟車往，但係佢卻瞓咗5年嚟最沉、最香甜嘅一覺。佢終於唔使半夜扎醒去換尿片，亦唔使再聽吳志坤冷嘲熱諷。當一個人唔再為其他人而活，原來真係可以瞓得咁安穩。第二日朝早，天啱啱光，街上早市先至拉開鐵閘。黃秋敏就俾一陣手機震動聲嘈醒，來電顯示係佢新抱簡一婷。黃秋敏望住嗰個名2秒先接聽。電話嗰邊靜到出奇，只聽到新抱輕微又急促嘅呼吸聲。隔咗好幾秒，簡一婷先壓低把聲，用極細聲講咗一句古古怪怪嘅說話：媽，你走得啱。黃秋敏揸住手機，呆咗2秒先問一婷：你呢句說話係咩意思？簡一婷好似避緊身邊啲人，腳步聲嗒嗒咁響，急急口講。而家仲唔太方便講咁多，我只係想先話俾你知，你琴日走得真係太啱啦。你照顧好自己先，搵個地方落腳，千祈唔好聽阿爸講返去。講完，未等黃秋敏再問，電話已經掛斷，只剩低嘟嘟聲嘅忙音。黃秋敏坐喺摺床邊，望住自己嗰對生滿口繭同舊傷嘅手，手指關節粗大，掌心又硬，虎口位仲有當年照顧重病病人時留低嘅舊刮痕。呢對手幫奶奶抹咗5年身，洗咗5年尿片。以前佢覺得自己命苦，但而家望住窗外升起嘅太陽，佢突然有個念頭：命苦仲命苦，但呢對粗糙嘅手的確有靠真本事揾食嘅硬功夫。帶出嚟嗰50萬積蓄雖然夠維持一段時間嘅生活，但坐食山崩絕對唔係辦法。想真正企穩陣腳，活得出人頭地，就一定要靠自己對手賺乾淨錢。朝早7點幾，黃秋敏洗咗面，換上一件醒目利落嘅舊外套，去街角便利店買咗一本新嘅硬皮數簿同2支紅黑原子筆。
中午返到許麗珍嗰度，許麗珍正一邊咬住飯袋，一邊望住佢問：你一朝早走咗去邊啊？對眼成個熊貓咁，仲周圍行。黃秋敏將掃簿往台上一放，開門見山咁講：去買掃簿，順便諗通咗一件事，我唔係天生就識服侍吳家嘅人。我後生嗰陣喺醫院做過病房護理員，後來亦都接過上門照顧嘅工作，我係有真本事傍身嘅。我要租間鋪做上門照顧同病人護理嘅生意。許麗珍聽完，即刻放低手上個飯枱，拍咗一下大搖講：好。總算你活明白啦！我下晝啱啱好放假，我帶你喺附近揾鋪位。嗰日下晝，佢哋一連睇咗3間鋪。第一間喺港鐵站隔籬，地段好，裝修得靚靚仔仔，但每個月租金要28000。黃秋敏連門口都冇入，直接零咗零頭。第二間係大街旁邊嘅單位，但樓上就係住宅，雜聲多。租金亦都唔抵。第3間喺街市後面一條舊巷入面，得7平左右，鐵閘生晒鏽，牆身甩皮，門上仲留住以前貼廣告嘅膠紙痕。上一手係做縫行裁衣嘅，已經執咗笠，調空咗大半年。位置唔算旺，但係租金平，每個月只係9500。黃秋敏企喺門口望咗好耐。鋪入面空空蕩蕩，得一張2手舊木台同一支光管，散發住一陣淡淡嘅霉味同布料嘅陳舊氣味。許麗珍問佢會唔會太簡陋，黃秋敏擰咗擰頭講：舊唔緊要，間屋乾淨，賺到錢就得。業主係個耳仔唔係幾好嘅阿伯，戴住副厚厚嘅眼鏡。聽到黃秋敏想開鋪幫人照顧老人家同病人，當場拍板租俾佢，仲主動幫手將門鎖換咗個新嘅。之後嗰3日，黃秋敏買咗最簡單嘅2手摺台、2張膠凳、一個鐵架同一塊細白板。佢由行李環最入面揾出5本厚厚嘅護理筆記。嗰啲係佢幾十年累積落嚟嘅寶貴財富，邊日發燒幾多度，要點樣物理降溫，邊餐吞嚥困難，要點調配米糊同埋菜蓉，幾點轉身要用咩手法先唔會整傷骨頭，壓瘡點樣清理傷口同換藥。入面每一筆每一畫都係頂尖嘅專業手藝。黃秋敏拎起紅筆喺鋪頭門前塊白板寫低4個大字：秋敏照顧，冇花籃，冇燒炮仗，亦都冇人嚟祝賀。就喺鐵閘拉起嗰一刻，陽光照入呢間細細嘅鋪頭。黃秋敏喺心入邊同自己講：黃秋敏，你終於唔再係邊個屋企嘅新抱啦，你就係你自己。但開鋪容易，接生意就難。頭2日，巷仔人來人往，有人伸個頭望一眼招牌，有人直頭當睇唔到。到第3日下晝，一個着住整齊恤衫、手挽公事包嘅40幾歲中年男人行入鋪頭。來人叫秉承，係社區法律諮詢顧問，亦都係許麗珍介紹嚟嘅。秉承入門之後，冇急住開口，反而拎起台上啲護理筆記，逐本揭嚟睇。佢越揭越慢，眼神亦都越嚟越認真。最後握埋本簿，望住黃秋敏，好嚴肅咁講：黃女士，你呢啲唔係簡單清潔打掃，你呢個係頂級嘅專業護理技術。黃秋敏點咗點頭講：我做咗幾10年啦。秉承跟住講：既然係專業技術，就一定要按規矩收費。你唔可以再用做人新抱嗰套任勞任怨去接工作。我幫你訂立一套正規嘅護理標準同合約，我哋明碼實價，按鐘收費，訂金照規矩收。喺秉承幫助之下，秋敏照顧正式開始正規化營運。第2日，第一單生意就自己揾上門。
客人係一位退休老校工嘅老伴，中風瞓床半年，之前請過2個護理員，一個動作粗暴，拉傷咗老人家隻手臂，另一個半夜偷懶，搞到老人家差啲哽親。黃秋敏一入門，望一眼就揾到問題根源，張床高度唔啱，枕頭墊錯位，尿片冇鋪平，老人家臀部已經紅咗一大片。黃秋敏二話不說，洗乾淨，雙手就即刻落手處理，轉身墊枕頭，檢查皮膚，交代屋企人照顧要點，一整套程序做落嚟，動作輕巧又準確。原本一直痛苦呻吟嘅老人家，竟然慢慢靜咗落嚟，瞓得非常香甜。老校工睇在眼內，激動到眼眶都紅晒，當場預訂咗之後2個星期嘅護理服務，仲將厚厚一沓現金塞入黃秋敏手入面。嗰一刻，黃秋敏對手微微震住。呢筆錢唔係人哋施捨，亦都唔係吳家人俾嘅生活費，而係佢憑自己真正本事賺翻嚟嘅血汗錢。之後，黃秋敏嘅名聲好快喺附近傳開，認知障礙老人家嘅短時間照顧，重病病人嘅專業護理，甚至連吞咽困難老人家專用嘅南瓜蓉、番薯粥、魚肉粥等流質副食，佢都做得非常出色。朝早照顧瞓床老人家，中午送營養副食，下晝陪護認知障礙長者，夜晚返鋪頭整理護理記錄。黃秋敏下到雙腳腫晒，但呢種日同以前喺吳家完全唔同。以前係喺泥潭入邊俾人榨乾，而家係每一個鐘都有人認同佢嘅價值。去到月底，黃秋敏將現金同轉賬加埋計一計，連佢自己都呆咗。足足有9萬幾蚊，望住台面啲錢，黃秋敏百感交集。喺吳家嗰5年，冇人同佢講過一句你辛苦啦，更加冇人覺得佢嘅付出係有價值。原來唔係佢冇用，而係佢以前留錯咗地方。黃秋敏呢邊嘅事業蒸蒸日上，吳家嗰邊就搞到雞犬不寧。黃秋敏走咗之後，吳志坤為咗慳錢，果然揾咗個平到極嘅無牌看護。嗰個看護把口講到好好聽，實際上根本唔識照顧失去自理能力嘅老人家，隨手將人擺落床就算，尿片濕透都唔即刻換。至於翻身，更加係記得先至翻一次。未夠3日，奶奶臀部嘅潰爛急速惡化，仲散發出一陣令人作嘔嘅惡臭，連樓下啲街坊都聞到。唔單止咁，看護嫌老人家半夜不停呻吟，阻住佢瞓覺，竟然用毛巾死命塞住老人家把口，仲用粗繩將老人家雙手綁喺床邊。成棟樓嘅街坊都聽到屋入面嘅折騰聲，個個指指點點，議論紛紛。而吳志坤口中話會諗辦法，嗰個第三者郭志涵由頭到尾連吳家道門都冇入過一次，更加唔好話幫手。吳志坤每日收工返屋企，對住成屋屎尿味同發晒癲嘅看護，簡直就嚟癲咗。呢日下晝，黃秋敏幫一位客人做完護理，正倉喺地下執緊護理墊，門鐘突然響，家人行去開門，冇幾耐就行入嚟，細聲同黃秋敏講：黃小姐，出面有個後生女人揾你，睇落好似好急。黃秋敏抬眼一望，企喺門外面嘅竟然係佢新抱簡一婷。簡一婷紮得頭髮好整齊，面色白得嚇人，眼圈發紅，但係神情就異常堅定。黃秋敏同家人打咗聲招呼，洗乾淨對手就行出去。樓梯間好靜，牆身有啲甩皮，淨係得頭頂支光管不停閃下閃下。黃秋敏望住佢問：一婷，你點會揾我揾到嚟呢度？簡一婷望住佢，嘴唇喐咗喐，過咗幾秒先開口話：媽，我唔係嚟勸你返去，
有啲真相，我覺得你有資格知道，唔可以再俾你傻更咁輸住呢隻黑鑊。黃秋敏心頭一沉，拉住簡一婷行到冇人經過嘅樓梯轉角。簡一婷吸咗一口氣，緊緊捉住手上個手袋，壓低把聲講出一句令人心驚嘅說話：爸同郭志涵提出離婚，根本唔係因為佢自己喺出面偷食，佢係為咗幫吳成義存鑊。郭志涵個肚入面嗰個細路根本唔係65歲吳志坤嘅，而係38歲吳成義嘅。聽到呢句說話，黃秋敏手上個水壺頓咗一下，成個人好似俾冰水淋過咁，隔咗好耐都抖唔順條氣。風由樓梯間支細窗吹入嚟，吹到佢成個背脊一陣發涼。簡一婷眼圈紅晒，但係把聲凍到似冰。郭志涵一開始搭上嘅人就係吳成義。佢哋喺健身室搞埋一齊已經好耐，後來郭志涵有咗，件事越鬧越大，郭志涵逼住要名分同錢。吳成義即刻慌晒，驚件事傳出去之後，健身室開唔落去，我又會同佢離婚，所以就走去揾吳志坤商量。黃秋敏死死盯住甩咗皮嘅長身，喉嚨乾晒咁問：咁吳志坤呢？佢知道之後點做？簡一婷冷笑一聲，滿面厭惡咁話：吳志坤知道之後，第一個反應唔係鬧個仔，亦唔係叫吳成義負責，而係諗點樣將呢單醜事冚落去。吳成義同我結婚咁多年都冇細路，吳志坤一心想要個孫傳宗接代，於是呢，對父子就商量出一個極之核突嘅計謀。由吳志坤出面認個細路係佢嘅，對外扮成自己老不正經偷食，逼你離婚，俾個位郭志涵入門。只要所有人都以為個細路係吳志坤嘅，吳成義就可以乾乾淨淨咁匿喺後面，保住佢盤生意同好男人形象。大家最多只會鬧吳志坤老不正經，絕對唔會懷疑到吳成義身上。更加唔會知道嗰個細路到底係邊個嘅。聽完呢一切，黃秋敏啲手指深深插入掌心，成身不停冒冷汗。好一對無恥到極嘅父子，好一個大公無私嘅好爸爸。原來嗰日台面嗰份離婚協議根本唔係乜嘢年老變心，而係一場攞佢做踏腳石，幫親生仔收拾淫亂爛攤子嘅惡毒陰謀。喺佢哋父子眼中，佢黃秋敏根本唔係人，只係一件隨時可以犧牲、可以榨乾最後一絲剩餘價值嘅工具。黃秋敏抿轉頭望住個新抱問：咁你呢？你幾時知道？簡一婷沉默咗一陣話：比你早少少。後來佢哋突然提出離婚，我先真正諗通。我今日嚟揾你，係因為我覺得最唔應該俾人蒙在鼓裏嘅就係你。我唔會幫吳成義掩飾，我亦準備同佢離婚。黃秋敏望住堅強但係受盡委屈嘅新抱，深深呼咗一口氣，搖頭話：一婷，你做得啱，唔關你事，應該覺得羞恥嘅係佢哋父子。送走個新抱之後，黃秋敏一個人返到小店。嗰晚佢坐喺張爛膠凳度坐到好夜。許麗珍問起嗰陣，黃秋敏黑住塊面，將呢單核突嘅醜聞講咗出嚟。許麗珍聽完嬲到拍台大罵，問黃秋敏打算點做。黃秋敏慢慢握實雙手，抬起頭，語氣平靜到冇半點波瀾。點做？好簡單，我去當面問吳志坤，聽下佢到底係點諗。3日之後，吳家終於徹底出事，因為嗰個平價看護肆意虐待，仲對老人家不聞不問，奶奶持續高燒不退，臀部大範圍潰爛感染，情況嚴重到不得了，一大早就俾救護車緊急送入醫院急症室。消息好快喺巷入邊啲街坊之間傳開，黃秋敏知道之後，直接除低工作服，
黑住塊面趕去醫院。朝早9點幾，醫院走廊漫住刺鼻嘅消毒藥水味，同埋人來人往急步奔走嘅聲音，白色光管照到對眼都痛。黃秋敏一轉彎，就見到企喺檢查室門口嘅吳志坤同吳成義兩父子。吳志坤頭髮亂晒，連制服外套都未扣好，面色灰敗，完全冇晒以前嗰份體面風光。吳成義就好似只縮頭烏龜咁，縮喺牆角，雙手插住衫袋，耷低個頭唔敢望人。見到黃秋敏一步一步行過嚟，吳志坤眼神一變，扮出一副又靈又無奈嘅樣，想開口講嘢，但黃秋敏根本冇俾佢講嘢嘅機會。佢停喺兩父子面前，目光好似刀咁，直插吳志坤對眼，大聲問出第一句：吳志坤，你話郭志涵個肚入邊個細路係你嘅，咁我問你一句，你諗清楚未？你到底係想做爸爸，定係想做阿爺？呢一句說話就好似喺安靜嘅走廊入邊掟落一聲悶雷。吳志坤塊面啲血色一下子退得乾乾淨淨，嘴唇震咗好耐，成個人徹底僵喺原地。旁邊嘅吳成義更加嚇到膊頭猛咁震咗一下，面色發青，額頭滲晒冷汗，連一句完整說話都講唔出。黃秋敏冷笑一聲，面轉頭逼視住吳成義，逐隻字清清楚楚咁質問：郭志涵個細路係你嘅，係咪？你哋唔係最近先開始，係咪？一停一早就發現咗，係咪？個肚大到再瞞唔住，你先走去揾你老豆出頭，係咪？吳成義俾佢逼到向後退咗半步，個背貼住冰凍嘅牆，虛弱咁解釋：媽，唔係咁㗎，你聽我解釋，唔係點樣？黃秋敏行前一步，盯住佢鬧：你係想話自己唔知情，定係想話個細路無端端自己走咗入人哋個肚？呢個時候，吳志坤終於忍唔住，佢急住想冚住真相，壓低把聲怒喝：黃秋敏，你唔好喺度發癲搞事，呢度係醫院，我搞事。黃秋敏猛然擰向吳志坤，眼神入邊嘅寒意幾乎要將佢刺穿。吳志坤，你個仔喺出面搞大人哋個肚，你同我講係我搞事，你明知個細路係邊個嘅，仲將離婚協議推到我面前，你到底諗緊乜？吳志坤俾人拆穿最後一層偽裝，索性破罐破摔，壓低把聲無恥咁話：成義同一婷結婚咁多年都冇細路，吳家點都要有後。件事已經搞成咁，總唔可以全部都毀晒。對外只要認作係我嘅，件事就可以過去。你仲喺屋企，呢件事根本瞞唔住，離婚又有乜問題？聽下，呢啲係人講得出口嘅說話咩？黃秋敏望住面前呢個一齊生活咗30幾年嘅老公，徹底睇清佢負心腸。喺佢同吳志坤眼中，一個連係邊個嘅都唔知嘅胚胎，竟然比佢呢個活生生付出成世嘅老婆更有價值。佢哋為咗保住所謂嘅香火同個仔嘅名聲，寧願將佢踩入泥潭。黃秋敏望咗望檢查室嗰度緊閉嘅大門。入面瞓住佢悉心照顧咗5年嘅老人家，但喺呢頭家入面，佢所做嘅一切只不過係幫呢班禽獸做牛做馬。個仔吳成義喺旁邊戰戰兢兢咁叫咗一聲媽，黃秋敏望都冇望佢一眼，只係望住吳志坤，突然極之冰冷咁笑咗起嚟。好，吳志坤，我明啦。黃秋敏一字一句咁宣布：由今日開始，你哋吳家嘅事按價計錢。以後你阿媽再抖唔到氣、發燒、傷口潰爛，唔好再走嚟同我講咩夫妻情分、孝道親情。你哋吳家嘅面子、香火、名聲，全部同我冇任何關係。
想我照顧，一分錢一分貨，按鐘收費。吳誠意慌咗，扯大喉嚨嗌：媽，你唔可以咁噶！黃秋敏轉個身，頭亦不回咁向住醫院大門行去，孭住佢哋拋低一句擲地有聲嘅說話：呢啲唔係你哋最叻計算嘅咩？以後我哋就淨係講錢。由醫院返嚟之後，黃秋敏徹底斷絕咗同吳家所有私下聯絡，而吳家嗰堆爛攤子終於全面爆發。平價護理員見勢色唔對，捲走人工直接走佬；第三者郭志涵見日日都要面對屎尿同重病老人家，根本唔肯現身，仲喺電話入邊大嘈大鬧，逼吳誠意俾錢俾樓。簡一婷就雷厲風行咁提出離婚訴訟，凍結咗夫妻共同財產，吳家徹底陷入癱瘓。3個星期後，一個落大暴雨嘅夜晚，狂風捲住暴雨猛烈拍打，秋敏照顧到鐵閘乒乒乓乓咁響。就快到夜晚8點嗰陣，鋪頭門口突然多咗一個人影，發晒癲咁拍打生鏽嘅鐵閘。黃秋敏拉開一條門罅，出面嗰個人就係吳志坤。佢兩邊褲腳全部濕透，頭髮凌亂咁黐住額頭，水珠沿住塊面不停流落嚟，成個人似喺雨入面浸過咁，眼入面盡係狼狽同絕望。佢隔住道門望住黃秋敏，嘴唇震咗好耐，先帶住喊腔哀求：秋敏，求下你返去一趟啦，屋企真係頂唔順啦。志涵日日喺度鬧，誠意間健身室又出咗事。阿媽呢幾日越嚟越差，夜晚氣喘，日頭發燒，又食唔落嘢。求下你返去一趟好唔好？黃秋敏企喺門入邊，望住呢個同自己過咗30幾年嘅男人，心入邊竟然一啲感覺都冇。呢頭家唔係冇咗佢先至會玩完，而係佢哋由來都冇學識過尊重人。黃秋敏慢慢開口，語氣凍到好似冰咁。吳志坤，我可以接呢張單，但我唔係以你老婆或者吳家新抱嘅身份返去，我係以秋敏照顧專業護理員嘅身份接工作。吳志坤眼入邊閃過一絲希望，啱啱想開口，黃秋敏已經將後半句講埋。先按規矩辦事，俾訂金，每個鐘500，夜晚雙倍，預先俾5000。你肯點頭，我就登你去。你仲想同我講人情，就去揾第二個。孟志坤低住頭，沙住把聲講：我點頭，我俾。佢伸手由衫袋入邊掏出幾張東拼西湊返嚟，濕漉漉嘅鈔票。黃秋敏帶埋護理筆記同消毒工具，跟住吳志坤返到嗰間既熟悉又令人反胃嘅舊公寓。一入屋，一陣令人窒息嘅酸咗臭味迎面撲過嚟。房入面嘅奶奶瘦到只剩低皮包骨，雙眼發直，心口劇烈起伏，臀部潰爛得觸目驚心。黃秋敏冇半點拖泥帶水，戴上手套，迅速清理傷口，敷藥，換上乾淨嘅氈褥，拍痰排氣，足足忙咗成晚，老人家嘅呼吸先總算穩定落嚟。之後嗰幾日，黃秋敏叫一直匿喺客廳嘅吳誠意過嚟，冷冷咁呵斥：企過嚟，識唔識幫人轉身？識唔識托起背脊？識唔識睇傷口？唔識就企喺旁邊學，唔好淨係識嗌。38歲嘅吳誠意好似個笨手笨腳嘅學徒咁，企喺床邊照做。水溫太熱就俾人鬧，動作太重就俾人訓，折騰咗大半晚。吳誠意做到成頭大汗，腰酸背痛，呢一刻先切身體會到阿媽呢5年究竟承受住幾咁地獄式嘅折磨。喺黃秋敏無微不至嘅專業護理之下，奶奶喺生命最後嗰幾日，身上冇半點污糟，頭髮梳得整整齊齊，塊面抹得乾乾淨淨，過得極之體面。
老人家嘅身體一早已經透支，衰竭亦都無法逆轉。喺一個平靜嘅深夜，奶奶突然清醒返，對渾濁嘅眼望住黃秋敏，嘴唇喐咗喐，好似想講啲咩。黃秋敏輕輕幫佢拉好張被，拍咗拍佢手背，柔聲講：好啦，安心瞓啦。老人家嘅呼吸漸漸弱落去，最後安詳咁合埋雙眼。喺佢生命最後一刻，身上冇任何異味，走得極之乾淨有尊嚴。辦完身後事嗰日，黃秋敏由袋入面拎出一張收費明細，推到吳志坤面前，上面寫得清清楚楚：護理日數、服務項目、夜間加班費，合共28,000蚊。吳志坤望住張單，對手震得好犀利，面色慘白咁問：一定要咁樣計咩？黃秋敏接過鈔票，仔細數清楚之後，收埋入袋，冷冷咁答：錢結清啦，呢一段路亦都行完啦，我哋兩清。講完，佢拎住護理袋，決絕咁行出吳家大門，從此再冇回頭。黃秋敏徹底抽身之後，惡人最終亦都迎嚟屬於佢哋嘅下場。第三者郭志涵發現吳家一早已經俾人掏空，根本拎唔出佢要嘅錢同樓，而吳誠意亦都係個徹頭徹尾嘅軟蛋。佢毫不猶豫去醫院做咗終止懷孕手術，之後捲走吳誠意僅餘嗰少少積蓄，連夜走到無影無蹤。新抱簡一婷順利經法律程序辦妥離婚，分走屬於自己嘅財產。吳誠意間健身室因為出軌醜聞同經營不善，資金鏈徹底斷裂，正式宣布破產。以前嗰班日日跟住佢飲酒、稱兄道弟嘅豬朋狗友，見佢落難，走得快過任何人，甚至仲走上門追債。38歲嘅吳誠意一夜之間傾家蕩產，妻離子散，變成人人唾棄嘅過街老鼠，只可以匿喺殘舊租屋入邊，靠做散工過日子。而前夫吳志坤嘅下場就更加淒慘。佢喺屋苑入邊幫個仔頂包出軌嘅醜聞，一早已經傳遍街坊鄰里，物業主管嘅職位亦都俾人褫奪，降職做掃地睇門口嘅外判工。佢唔單止使晒所有積蓄，仲聲名狼藉，每日行過巷仔都要承受旁人指指點點。只係半年時間，吳志坤就成頭白髮，腰骨彎曲，雙眼凹陷，徹底活成一個冇人理會、人人嫌棄嘅孤苦老頭。壞人得到應有嘅懲罰，而黃秋敏嘅人生就迎嚟真正嘅光明。1年後，秋敏照顧由小巷入邊嗰間細鋪搬到寬敞光猛嘅大街上，擴展成一間正規嘅護理服務中心。黃秋敏唔再係一個人單打獨鬥，佢請咗同培訓咗一班同佢年紀差唔多，同樣喺生活入邊捱過苦嘅中年女人。佢將自己嘅護理經驗毫無保留咁教俾佢哋，帶住佢哋一齊靠雙手賺翻尊嚴。佢成日同員工講一句說話：照顧人可以，但唔好顧到連自己都冇埋。而家嘅黃秋敏有穩定嘅事業，有豐厚嘅收入，亦都有受人尊敬嘅社會地位。佢換上醒目舒適嘅衫，精神飽滿，容光煥發，再都唔係當初嗰個喺地下默默流眼淚、冇人工嘅新抱。又係一個溫馨嘅黃昏。黃秋敏整理好鋪頭入邊啲資料，拿好好門，一個人企喺門口。街上燈火通明，車水馬龍，晚風吹到塊面上，帶住暖粒粒嘅氣息。佢諗起1年前嗰個絕望嘅夜晚，諗起自己拖住行李撩企喺路邊截的士嗰種無助。但係而家佢靠住自己對手，硬生生由泥潭入面開闢出一條光明大道。黃秋敏望住眼前繁華嘅街景，面上露出舒心又燦爛嘅笑容。離開嗰個吸血嘅吳家，佢唔單止冇倒低，反而將生活過成自己想要嘅模樣。
佢唔再係任何人嘅附屬，佢靠自己，終於活成自己最堅固嘅家。